10年前，高雄发生起爆高雄石化工线爆炸这个案，当时是造成32个人死亡，321个人轻重伤，阁有附近徛假3000外个受灾者。市府有先赔偿这个受害者，才阁分6大案，甲中油、烟化，也阁华运这个业者讨赔偿。其中内底有一案，一审是判市府会当摕到7900多万的赔偿，但过昨昏2审的时，这赔偿金是降到剩2800多万尔。原因是法官认为市府的管理嘛有疏失，责任较大，但过市府讲因会阁上诉。彩绘饼顶悬写2014年8月初1，这予人永远袂记得一暝。这面饼就伫高雄市的三都路，当是高雄石化工线起崩的路段之一。10年前，迄场惊天动地的起崩意外，是造成警义小在内32个人死亡，321个人轻重伤。受灾民众加起来是3140个。高雄市政府以代为求偿的方式赔偿受灾者了后，分作6大案，提告造成事故的中油、烟化和华运这公司求偿。其中一案1审是判烟化华运公司赔市府7942万外块，2审甲认定市府的管理疏失责任有8成，判烟化华运干那的赔偿2847万外块。认定之过失责任过轻。本院认为，高雄市政府关于箱函之发包、验收等过失情节，为系争气爆之主要肇因，应负担80%的过失责任。市府尊重司法判决，但对于法院未能公平追究肇事责任及厘清肇事责任，能深表遗憾。市府表示讲尽量判决，但是对这个结果真遗憾，会上诉到底。嘛讲到这案判赔的金额，就算落尾确定赔偿金变少，市府嘛会甲补甲到，袂转去受灾者的身躯顶。10年前高雄石化气爆发生之后，基督公民就有呼吁，就是说，理论上工业管线是应该要退出市区、退出人口稠密区。这个想法到现在其实还是十分的遥远。地球公民基金会讲，起崩了后，高雄市订定管线自治条例，统一单位去管理全市地下的工业管线等积极的作为。但替石化业输送原料的936公里的管线，搁伫地底下，经过14个行政区，要甲工业管线收线的远景，对10年前冲击甲打，嘛是搁伫个原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